1929年起的嘉义民雄老氏古厝，到今有到100年的历史。不过，摆因为一寡传奇故事较无人敢来挖紧，一直到老家后代伫遮经营咖啡厅，才达到转做一个观光景点。不过，即马传出讲，这古厝所有的地主拢有共识，想要来甲这块千外平的土地，一个古厝，甲伊完全卖掉。游客伫古厝外口翕相，嘉义民雄的老式古厝，因为流传几啊个，佮加上电影放送，即马成做地方的观光景点。游客听讲地主暗算要甲卖掉，感觉真意外。如果以地方的一个特色来讲它确实是个景点，确实是个景点啊。那至于说有没有开发利益这个就要看建商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啦。老式古厝因为后代世世共同持分的原因，所以千外平的土地甲古厝，长久以来拢无法度整体规划。2020年，某有人想要买古厝内底300外平的土地，不过落尾无成交，这个地主家族有公司暗算要甲全部卖掉。是有建设公司他们想要把这一块地就是整个建设盖房子啊，或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划那另外也有文创他们讲说把它保留，然后作为一个文创的一个规划。啊，整理好势安尼，做文创遐地点嘛足好，后摆做观光胜地啊。较早是讲鬼屋是较早是一种传说啦，这也无一个科学的根据啊。一寡游客讲，老式古厝伫台湾算是真有名的所在，而且建筑物嘛真有历史感。若是拆掉是真拍算，如果会当有更较完整的规划，应该对在地文化甲观光会带来帮助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